點解揾佢拍呢條片嘅？其實最主要揾佢嘅原因就係佢喺籃球隊上面嘅轉變啦。因為其實一開始認識嘅佢咧，係一個非常之口直心快啦，可能講嘢嘅時候唔會太站喺對方嘅立場去思考嘅一個小伙子咯。係啊，咁喺球場上嗰陣時咧，都會同隊友有陣時間都出一啲小摩擦啊，跟住或者係配搭上面會有衝突啊，咁樣都係因為性格而起啦。但係經過呢幾年見到佢嘅一啲轉變啦，直到佢而家升大學啦，咁所以就希望拍翻一條片去記錄翻佢嘅一個經過同埋變化啦。請你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啊！你嚟 SY 之前，你係個點樣嘅人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俊仔，未來會去華僑大學讀書。我嚟 SY 之前，仲係一個未有明確目標並且有隨波逐流嘅人，同時生活亦都係渾渾噩噩咁樣過嘅。以前做嘅嘢都係同啲 friend 打籃球，同埋同啲朋友出街玩，並且人際關係嘅圈子亦都比較亂。你嚟 SY 有幾耐時間？咁喺呢度參加過啲乜嘢活動啊？一開始上嚟 SY 係因為聽到有朋友話有免費嘅督波可以打，跟住就上咗嚟 SY 玩，而且玩咗都係有1年半啦。曾經喺 SY 參加過嘅活動係有督波啦、攝影啦同埋籃球隊嘅，而呢啲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籃球隊啦。因為過去都曾經代表 SY 部落出外打比賽，無論係去廣州啊定係去香港打比賽，所吸取嘅經驗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尤其係喺香港打比賽嘅時候，令我認識到差距係有幾咁大。參加咗呢啲活動，有冇令到你有啲咩改變？而呢啲改變又係點嘅樣㗎？而參加 SY 籃球隊呢個活動，令我好清楚明白到乜嘢係真正嘅團隊籃球。自從入咗籃球隊訓練之後，覺得打得比較耐心咗，唔會好似話之前咁樣，只係你自己唔理隊友。而家都學識埋換位思考，學識點樣溝通先會變得更加默契。而家嘅你係點樣？我覺得而家嘅我係一個有明確目標啦，而且知道自己想要嘅嘢係乜嘢，而且都對自己有咗要求，係一個對未來有住憧憬嘅大學生。如果依家俾你對過去同未來嘅自己講句說話，你會想講啲咩呢？我想對住過去嘅自己講，唔好俾身邊嘅人同埋事影響咗自己內心嘅想法，要勇敢做翻好自己。而對未來嘅自己講，要勇敢追尋自己嘅籃球夢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都知你嚟緊會返大陸讀書，最後有冇啲咩勉勵說話想同我哋啲隊員講啊？想同 SY 籃球隊嘅隊友講，要珍惜好而家所擁有嘅一切資源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係身在福中噶啦，同埋接下來嘅時間都要勤力咁練波，真係唔好懶，因為一啲有天賦嘅球員係比我哋更加努力，所以我哋要用努力去彌補呢啲差距，期望將來喺籃球界會見到你哋打出一番成就。籃球隊唔單止幫到我喺籃球上面嘅成長，同時都幫到我喺個人嘅成長方面。就好似我啱啱咁樣講，待人處事嘅方式都變咗好多，學識如何同新朋友相處得更和諧，同埋更加有禮貌。